咁啊，當然你話而家女重方面，當然頭先都提過啦，有啊佘詩芮啦，咁啊有啊佘善欣啊，咁啊仲有咧咁啊阿江文慧係會比較上咧，我就叫做比較 draw 少少啦，咁啊比較吸引到大家嘅留意嘅。咁啊，繼續嘅男子重劍32強嘅賽事，咁啊啱啱咧喺頭段咧，亦都已經係順利完成咗㗎啦。咁啊，亦都見到咧Adrian 林曙毅都係好似係阿師傅帶住嘅，咁啊最終咧都係能夠成功晉級到去16強。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喺第2節啊，亦都繼續咧會同大家睇埋咧喺32強餘下嘅賽事啊。咁啊，去到32強啦，頭先都見到啦。咁啊，除咗見到林曙毅對住黃志浩之外啦，鄧卓賢咧對住葉國浩，何成禮咧就對住吳浩天，咁啊黃子浩咧就對住李天成，黃柏耀咧就會對住吳兆祿，咁啊汪成毅咧就對住李月生，高子朗咧就會對住楊君培，高影川對住洪康俊，陳正南咧對住吳庭軒。徐嘉煥咪對住咧就係潘奧雲。之前嗰一節咧，大家都應該見到啦，咁啊有外國人面孔啊，阿 Casper 啊，咪對住吳子浩，劉浩峰咧就會對住陳俊熙，徐啟哲就會對住黎家俊，黃浩軒呢就對周玉橋，黃俊軒呢對住歐學勤，咁啊仲有咧方海新就會對住阿曾潤田嘅32強嘅16場賽事。咁啊呢一度咧，我哋即將會睇嘅咧就係葉國浩對住鄧卓賢嘅呢一邊嘅賽事。請注意，元老組男子、女子。咁啊，當然今日咧，我哋其實喺藝館呢一邊咧，除咗會有我哋嘅本地嘅賽事之外咧，亦都有呢一個叫做海外元老組嘅賽事嚇。咁啊，大家可能都會有留意啦。咁啊，最近都有呢一個係叫做世壯運嘅舉行啊。咁啊，好多係一啲咧叫做已經可能退役良久嘅一啲運動員，都趁住呢個機會咧，就去咗參加呢一個世界壯年運動會啊。咁亦都令到大家，咦，突然間又留意翻一啲我哋所謂嘅叫做元老級嘅一啲運動員啊。咁啊，所以喺我哋咧嘅劍擊賽事方面啊，除咗平時大家我哋所謂嘅認識嘅公開組嘅劍手啦、本地賽啦，其實咧喺海外元老組方面咧，佢哋都幾積極咧去參加比賽嘅。咁啊，每年除咗你話有我哋4大賽事啦、挑戰杯、會長杯、康文署同公開賽同埋呢個香港公開賽之外啦，咁啊好多時包括咗你話我哋而家世壯運啦，或者世界元老運動會啦，咁啊歐美亞同埋世界元老錦標賽咧，都好吸引到呢一啲咧，已經係又唔係話風華正茂啦，已經咧可能係退咗役，但係仍然都對於呢個運動咧非常之熱愛嘅運動員去參與。不過我哋咧今日就繼續都係同大家 focus 翻喺我哋公開組方面嘅賽事。好啦，咁啊另一場嘅32強賽事喺男子重劍，由葉國浩對住鄧卓賢。咁啊，葉國浩呢現時本地排名係第9，咁啊鄧卓賢就12。咁但係呢，鄧卓賢呢上年就24年嘅時候咧攞咗一個青少年世界盃嘅團體銅牌嘅。咁所以大家都係咁高咁大，咁我哋可以睇得到佢哋今日邊個會勝出啦。係啦，咁呢一場就係兩位都係右手嘅劍手啦。咁啊葉國浩呢就係揸直柄嘅，咁啊鄧卓賢就係槍柄嘅劍手。咁啊啱啱葉國浩就做咗一個即係踎低嘅頂刺啦。咁啊率先係攞到1分。咁相信呢都同我哋頭先嗰場一樣啦。直柄嘅選手呢，好多時做呢啲頂槍去攞分嘅，就少啲去做一啲防守上邊嘅動作去擋住呢一個槍柄嘅劍手，因為槍柄呢揸起上嚟呢就好，即係會揸得實好多嘅，有力好多嘅。係因為通常揸直柄嘅劍手，佢哋會走一啲線路同埋角度為主嘅。咁啱啱鄧卓賢就刺中啦，咁啱啱雙方同時刺中，咁啊同時得分，咁啊比分係去到2-2。亦都我哋見到咧，其實咧可能揸槍柄嘅選手咧，好多時咧都會用啲力量嘅動作咧去開路啊，咁啊變咗好似壓迫得好緊要，不停咁上前去打咗對方把劍。係啦，咁啊葉國浩嘗試做一啲
手上動作前點嘅一啲挑釁啊，咁啊啱啱刺手再跟進，咁啊刺到應該係大髀嘅位置。係啊，都要好多時咧，首先去揾個近啲嘅點咧，去威脅住你咧，令到你做啲防守嘅動作，再避開你嘅防守動作去吉入去啊。因為咧，始終右手咧就個角度大啲嘅，刺身嘅機會會大好多。同頭先咧，我哋右手打左手咧，你見到隻手困，即係對困嘅情況係多好多嘅。咁右手就變咗個線，個開闊啲啊，嗰個位置。咁變咗好多時咧，會要握完一個位咧，先去再打一個身體。咁啊，葉國浩都係做一啲手上嘅挑釁啦，希望阿鄧卓賢係有相應嘅反應啊。咁啊，雙方同時刺中得分。暫時大家都未能打開個優勢啊，咁都係4-4。咁啊，時間已經去到第一節嘅一半啦，1分33秒。相對嚟講，比起頭先嗰場咧，呢兩位個劍手嗰個距離個保持咧，相對好似係遠咗少少。咁啊，葉國豪都係相對會比陳卓賢大膽少少，做好多一啲手上前點嘅一啲挑釁啊。咁但係鄧卓賢好似都係冇乜俾到一個反應佢啊。主要可能係諗住靠距離啊，驚一俾人呃到咧，就已經會做一個攻步或者一個衝刺嘅直刺啊。所以咧，可能 keep 遠少少咧，就可以做到兩個防守，就安全啲。咁呢劍咧就睇得住咧，阿葉國浩咧，可能佢係想揾佢隻手嘅時候咧，佢就突然做一個衝刺啊。咁啊變咗未有咁嘅反應，咁咪變咗可以單登。而家係5-4嘅。係啦，今日葉國浩做咗個頭先一個想大公步打佢啦，聽到教練嗌佢冷靜冷靜。咁啊啱啱再一次同時刺中啊，咁啊鄧卓賢繼續領先住1分，6-5。始終鄧卓賢保持呢個距離咧，如果葉國浩咧打個咁大公步埋去咧，因為打完個公步咧要回收咧，其實都需要啲時間嘅，變咗個破綻就會大咗。咁所以咧可能教練就叫佢哋唔好咁心急啊，冇咁容易打一個大公步出去。係啦，葉國豪就刺到鄧卓賢嘅手啦，接近肩膊嘅位置。係啊，因為呢劍咧，阿鄧卓賢出咗手啊，咁啊葉國豪防住咗，然後再刺翻佢隻手，所以咧重劍嚟講咧，進攻都要顧住咗個防守嘅，做好多組合去呃對方嘅要。如果就咁簡單出手咧，好容易就俾人攞翻分嘅。係啦，再一次同時刺中，同埋鄧卓賢其實都睇到葉國浩嗰個戰術運用咧，好多時候係會伸手做一啲前點嘅干擾，咁所以好多時候鄧卓賢上去嘅時候咧，其實係即係留意到佢其實收埋隻手啊，即係葉國浩就會隻手係放得比較前，但係鄧卓賢會上身體上步法收埋隻手，然之後啱佢嚟嘅時候咧就會衝入去做衝刺。好，第一節就完成咗啦，咁啊比數係7-7。咁啊休息分鐘，睇下大家有冇咩調整啦。其實咧，我有時都幾中意聽下1分鐘嘅指揮時間，聽下教練究竟會同運動員講啲咩咧？其實都好多唔同嘅方便嘅，有啲咧就會好直接同你講你下一步動作要做啲咩，有啲咧就可能做一啲心理嘅調整。係啊，其實技術上面可能佢已經好強啦，但係咧有時心理方面咧就係哇個勢弱咗啲喎，咁可能都未必咁簡單去講啲動作上面嘅嘢，就可能話鼓勵下佢啊，或者激勵下佢，令到佢可能打翻上嚟嘅。咁啊啱啱咧其實咧阿葉國好多時咧做咗一個即係可能想威脅隻手先嘅動作咧，變咗好多時咧，阿鄧卓賢咧就知你係假嘅，就突然間就做一個衝刺。咁啊變咗葉國豪可能要將呢個動作咧變咗做一個呃佢出嚟做一個防守還擊，就會可能會好少少，因為咧變咗對方捉你呢下衝出嚟嘅時候，你可以防得住啊。不過你捉佢時，佢亦都可以預判你嘅。咁啊，我哋睇下接住落嚟，我哋有咩變化啦。Okay. Brett.
咁啊，第二局開始，咁啊比分就係平手7-7。大家好，我係好師傅裝修。咁啊，睇個感覺上好似葉國豪好似喐得多啲，咁但係其實鄧卓賢呢不斷咁樣逼入去一個距離啦。咁其實大家都係呢個距離，如果大家打出嚟呢，其實都會有反應。咁就喺呢一個叫做相對有少少中近嘅位置，大家就喺度周旋啊。係啦，咁啊，鄧卓賢就做咗一個好花劍嘅動作，係一個還原防守，圓碌嘅防守還擊，咁啊應該係甩刺咗佢類似膊頭嘅位置，咁啊領先1分，8-7。呢劍靚劍啊！咁啊葉國豪想做一個新手跟進啦，咁啊陳卓賢就拉開咗少少，咁啊頂到前手，咁啊領先到2分啦，9-7。咁啊，鄧卓賢而家好明顯係一路觀察住啊葉國豪做咩動作出嚟咧，做一個防守嘅。雖然好似逼上去咁，但係咧你見到佢咧好少進攻嘅，係啦，係諗住捉你出嚟嘅。再一次係同時刺中啦。咁啊，好似頭先朱 Sir 所講啦，重劍有一個同時得分。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可以領先嘅時候咧，其實你真係唔介意同佢同時嘅，因為我會俾你稍為先係去到15分咧，咁我就已經可以贏啦。同埋連續幾劍 double 啦。你見到阿鄧卓賢都無謂做啲防守啦，寧願做一個 double 咧，一路帶住個分上去。咁啊，個優勢咧，雖然大家以為啊，大家平即係大家都有分，但係其實個優勢咧就喺鄧卓賢度，因為咧我哋最先去到15分咧就會完成比賽啦。係啦，咁啊聽到教練講咧，叫阿葉國豪就冇俾單一啦，因為你一單一佢一出手，大家 double 嘅機率太大啦，咁可能入去嘅時候喺個節奏啊步伐個調整上面就要花多少少心思去呃一呃陳卓賢嘅動作啦。咁但係陳卓賢都唔係簡單嘅喎，即係話晒都係香港站男重嘅銅牌得主啊嘛！啱啱一跳咗入距離嘅時候，即刻打一個上步公步咧，咁就黐中。同埋喺香港打咧，你用廣東話去教路咧，就知道你喺度做啲好複雜嘅策略嘅時候咧，見到鄧卓賢而家就等你捉下嘅時候就嘣一聲打出嚟咧，咁都好湊下啦。同一劍再一次複製一次。係啊。係啦，領先到13-9啦。葉國豪想做啲複雜嘅時候咧，咁啊鄧卓賢突然間做一個公步打出嚟咧，頭先就好湊效啦。咁呢劍咧捉翻出嚟，咁啊出咗嚟嘅時候，葉國豪就褪後刺翻佢啊。係又啱。教練就係咁樣教佢上去做 preparation。係啦，咁啊都係同我第二之前都講啦，先引咗你出嚟先做，再吉翻嚟。咁你見到葉國豪咧，而家都幾湊效啊，行前試探，跟住當你衝出嚟嘅時候咧，褪後吉你。咁啊，慢慢縮減翻個優勢啦。咁啊，變咗而家12-13。同埋劍擊好緊湊嘅一個地方就係你可以連續輸幾分，亦都可以連續攞幾分。好啦。嗱，陳卓賢呢就真係叫做有經驗啦，就係做咗我哋頭先有提到嘅，就係當對手連續攞幾分嘅時候，咁等佢仲有優勢嘅時候呢，換一換劍或者係抹一抹汗啊，咁啊女仔好簡單啦，綁一綁頭髮啊，綁一綁鞋帶啊，咁一嚟亦都係。因為我太中意陳卓賢，唔好講啊！頭先我特登頭先我都唔講，我都知㗎啦，不過冇所謂嘅。我相信佢聽到都好開心嘅。係啦，即係叫卓賢嗰啲都係好多觀眾即刻轉台，哇！陳卓賢都打喎。係啦，咁啊，即係換一換劍啦，咁啊挫一挫對手嘅一個即係氣勢啦。咁啊睇下點樣處理跟住落嚟嘅劍啦。哇！呢劍好靚啊，做咗一個防守還擊，掟咗落個手臂上邊。鄧卓賢14-12，係啦，好快喎，國豪有少少唔夠謹慎啊！鄧卓賢喺呢一劍，諗住差1分，係咯。睇葉國豪可唔可以乘勝追擊？係啊，好啦，控制住。呢劍真係好劍。咁去到14-14咧，如果同時得分咧，大家都唔會有分嘅。咁我哋要出現單燈咧，先會勝出呢個比賽嘅。呢下個捕捉時間好靚啊！先葉國豪14平，好雙擊，啱啱先講完啦。咁啊，同時得分，大家都會取消咗呢個
之中嘅，咁就要出現咗單燈咧先可以決勝到嘅。會唔會葉國豪都繼續做嗰個跳入去，跟住等佢出嚟 preparation 嘅時候做個頂搶咧？爭少少啊！頭先呢一劍。鄧翠賢都俾佢帶快咗啦個節奏。已經頭先裁判有示意啊。係啊，可能佢應該可能係話啊教練可以提水，但係不能夠不斷咁樣提水。係啊，睇下點樣處理啦。但我覺得葉國豪開始慢咗少少啊個節奏。因為佢見到阿鄧翠賢都快咗啊，咁變咗。不過其實佢哋中間好多交鋒啊，雖然你見到大家都唔打入去。再一次 double。唔該。Distance。Almost step back, please。係啦，裁判就話呢啲距離太近啦，咁要越逼越近，褪翻後少少。緊張。On good。Breath。Distance。其實阿鄧翠有啲危險啊，佢跳得咁高咧，佢轉唔到個方向啊。如果嗰下切唔到咧，佢走唔得啦。咁有機會應該就唔打啦。係啦，等第3節啦。係啦。係啦，哇！策略嘅嘢你真係估佢唔到啊！你以為唔打，佢就唔放你。打佢又唔係嘅，佢都好明顯地俾你睇到，佢要想攻埋嗰5秒。係啦，咁因為好多時候國際賽女重會多啲嘅，男仔其實會少啲呢種所謂叫默契啦，即係可能臨尾得翻10幾秒啊，咁佢哋就會啊，大家都有一個叫做唔打嘅意欲啦，咁啊保持一個比較遠少少距離，然之後大家時不時就要掂一掂劍，因為喺個規則上面呢，未夠鐘你哋係唔能夠停嘅，咁所以佢哋就要配合翻個規則，即係可能行埋2步掂一掂劍咁樣就等個係啦時間到嘅時候就可以俾教練即係。俾一啲嘅提示啦，睇下最後一劍可以點樣處理。但係即係有時真係唔可以鬆懈。係啊，唔可以鬆㗎。頭先嗰下你啱啱以為有呢個默契嘅時候，大家都打緊本地賽，我點解要同你有默契咧？係咪？咁啊，不過都要順帶一提啊。咁啊喺我哋頭先喺32強嘅第一節嘅時候啊，除咗林柱毅咧依樣能夠成功晉級之外啦，阿吳浩天啊、吳少夫啊、楊坤培啊，咁啊有一個意外喎，吳庭軒呢喺32強咧就俾阿陳正南贏咗，咁啊所以吳庭軒呢就而家就已經喺32強止步啦。咁啊另外咧成功晉級16強嘅仲有阿卡修魯蘭達啦，咁啊仲有黎家俊同埋黃俊軒嘅。咁啊而至於阿方海新啱啱其實佢嗰場對住阿曾潤田呢。仔女成日打機，叫佢做都輕鬆勝出咗㗎啦，即係話師傅咧已經入咗16強㗎啦。睇埋呢邊先，好緊張啊！啱啱呢劍咧就係做一個試探咧，走唔切啊，咁啊俾阿刺到手底啊，係咪啊？葉國豪咧睇下有捉到機會冇慢鏡睇翻呢一劍先。咁啊，因為係14-14啦，咁每逢係14-14呢啲劍咧，無論最後一劍係點樣樣得分都好咧，裁判都需要睇錄像回放。咁呢個係一個程序嚟嘅。咁啊，最後就判定咗啦，15-14。咁啊，葉國豪咧就係贏咗，咁啊順利晉身16強啦。咁啊，而家喺第2節嘅16強呢，應該就餘下見到喺個劍道上邊就未完全完成晒賽事嘅。咁啊，汪成毅對住李月生啦，黃浩軒對住周玉橋嗰2條劍道都仲係繼續進行緊嘅。不過嚟緊我哋睇完男重呢，咁啊亦都見到啦，連奕希個名呢亦都已經出咗嚟。咁一陣間呢，我哋睇完男子重劍32強就會係即刻轉個鏡頭就會睇女子重劍32強啦。咁啊，Y Shot 都見到啦，而家暫時仲有2個劍道呢係未完成賽事嘅。咁啊喺第2節方面，除咗頭先葉國浩啊成功15-14擊敗咗啊鄧卓賢，能夠成功晉級到去16強之外啦，李天成亦都係贏咗黃子浩，咁啊而高影川亦都贏咗洪康俊，交換呢就係贏咗呢個潘奧雲，劉浩峰呢咪亦都係成功淘汰咗陳俊熙，方海新順利亦都係15-7贏咗曾潤田，已經呢就係可以晉級咗16強㗎啦。咁啊，餘下咧就睇下阿黃浩軒嗰邊咧，似乎就應該搞掂埋添啦。黃浩軒啱啱咧亦都係成功擊敗咗阿周玉橋。
咁啊，32強嘅賽事呢，幾乎就全部完晒㗎啦。咁啊，頭先都提到啦，咁啊成功淘汰陳俊熙嘅劉浩峰啊，咁啊都係我哋喺港隊方面相對上喺世界排名較高嘅位置。目前最新嘅世界排名呢喺104位嘅。